回去，2死，3残废，止。没有马。 马来了！驾！这位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谁让你练马的？怎么又是你啊？这是13爷。13爷，你好。先起来吧。怎么了？脚崴了。驾！吁！多谢。你跟我四哥认识啊？我姐姐是八爷的侧福晋。你是八哥府上的人？嗯。看着可不像。八哥他一向温文尔雅，府里上下也都经过调教，不会跟他差距太大。可你，不在闺阁里待着绣花，大白天的跑街上乱转什么？我刚来，闷得慌。驾！走吧，我们送你回去。多谢2位爷相救。小女子有一个请求。说吧。这事不能传到八爷府上，不然我就死定了。行，答应你。13爷真是仗义，多谢，谢了。走吧。4爷13爷吉祥。13爷吉祥。若曦，你的脚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刚刚在院门前散步的时候，不小心摔了一跤，幸亏2位爷来找八爷，顺便把我送了进来。八弟在吗？派人通知八爷。是夫人，请2位阿哥到大厅休息。等等，若曦，能借一步说话吗？13爷，这边请。4爷，你根本不是在乱跑，你是看见我们的马故意冲过来的，你想寻死。我怎么会寻死？4爷误会了，那只是意外。第一次是意外，这次不是。下一次如果你还想死，我就不勒缰绳了。我就是为了活才会这样。我有太多的东西放不下，我怎么会想死？